好啦，今日咧就介紹翻咁嗱，代之而起嘅話咧，依家嚟計咧呢段片咧，叫啲同學睇過我以前介紹嗰段咧，咁呢段比較新㗎，呢個補充嘅。咁因為市面上咧就多咗有啲型號嘅巴士，同埋有啲新款巴士已經係成功喺市面上行走教學生嘅。咁嗱，我哋依家再睇睇嗱，都係補充一句。嗱，依家我哋學巴士，咁啊只要你哋咧喺香港擁有3年呢個私家車或者係 van 仔牌即係簡稱1、2號牌，有3年之後，咁啊可以同運輸署申請去考呢個巴士或者中型貨車或者係重型貨車。咁啊中型貨車同重型貨車呢，我哋遲啲喺另一篇嗰度都會有介紹嘅。咁啊今日講咗呢一度補充個巴士先。嗱，我哋睇睇嗱，以往我哋學巴士好多時你會見到嘅喺學生喺學校裏面有啲巴士係咁嘅樣嘅。咁你記住呢種巴士呢，因為係較早前呢，出價呢啲巴士呢，嗰個學校個營運皮費大，買架車貴，咁變咗佢哋同運輸署申請呢，就將一個貨車改裝咗後邊呢個唔係斗嚟㗎，係車身嚟㗎，佢係裡面係載人嘅，裡面有座位嘅，代替咗嗰個巴士，咁俾運輸署考。不過嗱，依家嚟計16年運輸署已經決定咗呢啲巴士當佢個車齡行完之後呢，佢就唔會再批牌俾佢，唔會再有呢啲車出現㗎啦。依家新出嘅巴士唔可以有呢種形式。咁如果你哋依家想學車或者我揸緊個5.5嘅比較接近嘅，你可以盡快申請考呢啲都得。考到出嚟個牌呢，就冇影響你哋揸咩巴士嘅。記住好啦，依家呢舊款少少嘅，依家仲有市面行緊嘅比較都係合資格嘅呢啲冇問題㗎。呢啲叫一廂式巴士。喺呢個中間門，好似我哋去旅行咁樣喺旅遊巴度上車，個司機呢就由呢度上都得嘅，行去司機位揸嘅。但係其實嗰邊有道門，不過司機比較少用嗰道門，都係呢啲叫一廂式。考牌官又喺度上，乘客又喺度上，你都喺度上，上完開車。呢啲唔得嘅，呢啲左右兩隻門。呢度前面嗰啲司機位考牌官呢，就唔可以行去後邊嘅。所以依家咧將來就會取締佢。好啦，講講呢兩架比較舊款嘅，將來都會取締咗㗎啦。車齡夠嘅話，佢就要去劏㗎啦。依家學校已經咧出咗一啲呢啲新嘅啦，呢啲好新嘅，今年出嘅。呢啲叫做一廂式啦。型都靚仔啲㗎啦。比較似真正係一架旅遊巴。司機位坐喺呢度，考牌官坐喺呢度，去考牌嘅。依家今日要補充一段片呢。依家市面上呢，就有出咗旅遊巴嘅自動波俾你哋考牌。但係記住，如果你係得1、2號牌去揸自動波考自動波巴士，冇問題㗎，一樣可以。只不過你考到出嚟嗰個牌呢，就有個 A 字嘅9號、10號牌係 A 牌。咩叫 A 牌呢？自動波，你只可以喺市面上揸裝有自動波系統嘅巴士。佢就唔可能係棍波。依家嚟計自動波巴士大部分都係巴士公司嘅。其中有啲旅遊巴公司呢，依家啲新車都有自動波。不過記住，如果個老細話你有個自動波，我俾架自動波巴士你揸，但係如果個自動波巴士壞咗或者有咩問題嘅，要你揸第二架嗰架棍波，你揸唔到㗎啦。唔可以揸架棍波。如果你個棍波牌呢，咁你就可以乜巴士都揸得。記住。仲有都係就係要補充啦。如果你依家已經係有個18號係叫做貨車，18號貨車24噸以下嘅貨車牌，或者我有重型牌19號30噸以上嘅重型貨車你揸得嘅話，咁嘅話呢，你去考自動波巴士呢，考完係冇 A 嘅。唔影響你揸嗰個自動波巴士或者係棍波巴士，考到出嚟嘅仍然可以係有個正式嘅9號、10號嘅巴士牌。記住，你一定要有。調翻轉頭講啦，如果我考旅遊巴考自動波得唔得啊？得，冇問題。1、2號牌考完都係得自動波巴士牌。但係如果我考完之後，我再申請考中型嘅18號牌。或者重型嘅19號牌，
咁我哋簡稱行內裡面叫做甩 A。咁嗱，我哋學完嗰個貨車牌，因為係首波噶嘛，咁運輸署咧就認為，你識揸自動波巴士，咁你又識揸嗰個首波，咁你當然考完嗰個18、19之後咧，呢、個9號、10號嗰個 A 咧就自動喺個牌上面會冇咗㗎啦。咁即係話你考完之後，考完架重型車或者中型車之後，所有乜嘢波棍嘅巴士、乜嘢波棍嘅貨車，你都可以揸得㗎啦。咁嗱，依家我嚟計最主要就係咁啊，市面上已經有自動波學生巴士出咗，唔係俾巴士公司獨攬啦。以前自動波巴士就巴士公司獨攬咗，依家市面上有啦。咁你哋可以自己衡量下，我有咩牌去考咩車啊？咁啊，自動巴士咧，咁啊好多旅遊巴依家都會用嘅，咁啊不過都係自己諗諗啦。嗱，記住好多種形式嘅，如果有唔清楚問題，嗱呢段片尾我會有個電話電話可以做到嘅 WhatsApp 可以同我聯絡何師傅。咁嗱呢度你睇到嘅，我依家會有個Apps 嘅 logo 同埋 Apps 嘅名。嗱我個 Apps 名咧係叫做商用車易學站。咁第日個推咗出市面之後咧，你哋可以喺個電話度裝個 Apps。個 Apps 有咩作用啊？嗱，裡面有一個部分啲片係免費供應，係提供俾你哋去學嘅、去睇嘅、去參考嘅，會了解我哋依家呢段片喺個Apps 裏面都會裝落去。咁另外都有個網址嘅，有個網址俾我哋。呢個網址可以喺屋企上用電腦又得，或者你個電話可以上網嘅，你都可以去個網址度睇。網址都係一樣先前係一度開頭有啲片係愛嚟介紹俾你哋俾你哋睇下嘢嘅。咁之後落嚟裡面呢，大部分都係有啲行車路線片可以俾你哋睇到嘅。好啦，繼續補充落去。咁有個網址呢就係俾我哋你哋可以喺屋企上網又得網上面咁都有啲好多片介紹俾你哋可以上去睇都如果有咩問題嘅，仍然可以直接打電話俾我，或者 WhatsApp 俾我問我嘢都冇問題㗎。咁至於如果你哋話想跟我學車咁樣冇問題㗎，咁亦都可以俾電話我哋會有專人同你哋去排期去做一啲前期嘅功夫到期時你聯絡咗我就會安排俾你哋。咁仲有嗰個網址裏面呢，下邊呢都係一樣，好似個 Apps 咁樣，仍然可以有片嘅不過好老實講，個 Apps 裏面嘅有啲好實用嘅資料呢，係會要收你哋費用嘅。當然唔多嘅，好過你哋記住嗰度你一堂鐘學一架巴士，依家坐底成300蚊以上一個鐘。咁你哋如果嚟計學一個鐘，我裡面嘅資料呢係足夠係全期學車所有嘅資料，嗰啲片有晒可以俾你哋睇到。咁你所費嘅話都係1個鐘多啲嘅費用，咁你就可以睇到10個鐘裡面嘅嘢嘅。咁你哋自己衡量下或者有時我都會有啲舊學生呢會有嘅。如果佢哋喺 Facebook 度，你哋會同佢聯絡到嘅，嚟請教下或者問下佢哋我嗰個 Apps 或者個網頁裡面啲嘢係咪啱唔啱你用？OK，咁今日講到咁多先。片尾呢，我都會打清楚嗰個Apps 嗰個名稱網址聯絡電話WhatsApp Facebook OK。等你哋了解清楚啲，有疑問嘅可以直接聯絡我何師傅。OK，唔該。片尾呢，咁有個信息。咁你睇到嘅，咁我哋有個車頭公仔。咁呢個呢係我個 app 嚟㗎。個 app 裡面呢就有一個可以睇到我哋平時教學嗰啲片段嗰啲嘢㗎。咁你可以喺個 Play Store 或者係叫做 Apple Store 嗰度 download 呢個 app。咁商用車易學站，你打中文英文都應該揾到㗎啦。英文就係 Commercial Easy Drive。
咁啊，至於 Facebook 可以揾我何啊 Ho 咁啊，記住重型車師傅嗰個，咁我哋都有架重型貨車藍色嘅做 logo 嘅。咁啊 WhatsApp 或者係電話可以打翻俾我。咁啊，至於 website 方面，咁啊 www.commercialdrive.com.hk 我以呢啲地圖景都揾到我嘅。咁啊，今日留意下啦，多謝。